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来到咱中间，甲咱分享大专的信息。我伫2013年我迄阵受派做团队伫大专中心。其实我的就任的仪式就是伫咱的迄阵咱伫咱的地下室伫咱的对面伫遐举行。迄阵是正道哥对我当时我的辅导教我迄个做就任的迄个礼拜。所以真欢喜会当伫6年后咱可以当回来咱富阳教会做伙来分享大专的信息。当然大专中心对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间伊的变化拢真无共款。但是无变的所在就伫咧学生的基督徒精神。什么叫做学生的基督徒精神？意思就是咱所引出来这学生伊第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过来身份才是学生，过来才有一个身份，所以咱拢是要甲伊强调讲，你不管你有偌济身份，你是你的老爸的囡仔，你是恁老师的学生，你不管你有偌济身份，你要知影你的第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你若知影你的第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你就知影要怎做一个爸母的囡仔，你就知影要怎做学生，知影要怎伫你的人生中间上界重要的一个变化，大学的时阵。知影要怎去引带，知影要怎去敲找上帝对伊的引带。伫未分享内先，咱先做伙来祈祷。听的上帝，听咱的主。每一个世代，你用话来引带每一个世代你所引带的人，你也好每一个世代你的囝儿，伫你的引带中间来长大成人，来成做你所听的囝儿，毋是人的奴仆。求你圣神帮助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经节，阮今仔日的礼拜，阮今仔日的分享，我能更加深来明白你伫每一个世代对每一个人，甚至是你的你引出的这个囝儿的每一个阶段，我会当明白，阮要安怎来伫阮的厝，伫阮的教会来建立这款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教会的团体的一个真明确的方向。继续带领，互阮伫今仔日的经节内底，会当有即款的思考，伫你的圣神的帮助，互阮明白耶稣伫伊的生命的过程，你安怎来帮助伊甲伊身躯边的人，互因来明白你的旨意。继续引带甲带领，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节还是。这无法度控制吗？还是已经我咧控制？好，安尼我直接来开始吼。伫咱的迄个今仔日的经节内底咱第一句话叫做婴仔渐渐大，日日勇壮，智慧充满。当然伫这段经节内底，咱就会当明白讲其实这段经节差不多是所有的基督徒父母也是讲咱的主义二老师咱的望。这款的望意思就是咧讲起讲咱的咱的囡仔，咱所引出来这个囡仔，伫伊成长的过程，咱望讲伊会当来认捌上帝，这是咱上界重要的基础。但是伫因认捌上帝进程，其实婴仔渐渐大，日日勇壮，智慧充满，这真正是非常困难的代志是要讲这是非常困难的代志。若是讲婴仔渐渐大，这句话对我做一个我的囡仔今年已经我有2个囡仔拢是查甫囡仔第一个是7岁，第二个是5岁，拢是查甫的。这2个囡仔因的当因咧大汉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所在就伫咧讲因2个食物件习惯无共款，食习惯无共款大汉的足紧食你要爱伊食物件你要遵守伊的规定。什么叫做伊的规定青你的食物若是青，伊无爱食，所以你拣迄个蔬菜你爱拣白色的你若有迄个味迄个味若伤重肉的味伤重，伊嘛无爱你爱拣鱼仔肉，还是讲白色的肉伊的规矩足济。但是细汉的你捧伊啥物物件，捧伊到伊的面前，伊就甲拢食了了迄个性臭介济臭够济。所以迄个婴仔渐渐大，我家己的感触足深足深的所在就伫咧讲。咱拢感觉婴仔渐渐大足正常，囡仔本来就会大，但是当咱家己若诚做爸母的时阵，婴仔渐渐大这是上帝的恩典的。囡仔的大汉，这毋是伊自然的大汉。
有一摆啊，我看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是主要咧饲伊的人吼，甲迄个迄15年啊，拍好甲伊饲吼，拢是主要咧饲。啊，我家己就足大诶反省，就想讲吼，啊，我看逐个你饲遐尼久吼，我感觉足毋甘啦。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敢有需要饲遐尼久啦吼？我是讲，你著甲卡落去，甲伊杀落去，著食落去啊吼。伊讲吼，你来饲看觅啦，吼。啊，我讲好啦，我著来饲看觅啦吼。我若毋捌饲过，来饲看觅。饲一摆吼，就惊着啊！吼，想到偌困难吼，迄困难的所在就伫咧讲，你咧学迄个15年，我头拄讲起，阮大汉后生甲细汉后生，因的口味有共款。我第一摆饲是饲大汉后生吼，以前当一岁外吼，开始会当食一寡固体的食物的时阵吼，我卡落去吼，叫伊喙泡开啦，你来讲啊，伊看你的喙吼，伊毋知你要创啥。我讲啊，喙较大的吼，家啊。啊，你的喙爱比伊搁较大吼，伊较会甲你做伙压啦吼。啊，伊若压了吼，迄毋是讲伊压你物件就当甲塞落去，毋是呢吼。你该等伊喘气吼，迄吸气甲吐气的喙无共款吼，你若有经验吼。伊吸气的时阵吼，迄喙若较大的时阵，你紧甲塞落去。啊，你著吐落去伊的喙内底吼，你搁袂当伤深，伤深会安怎吐出来吼？啊，若伤浅咧，食袂着吼。啊，你就算你的胃是适中吼，你的汤匙的角度搁爱对，你爱饲入去了吼，你爱了啊摕好悬吼，互伊顶悬甲扣落来吼，汤匙甲当撒出来吼。我是安怎会当形容甲遐尼贴切？是因为吼，后来我甲阮太太悔改吼，我甲忏悔，我讲吼，歹势啊，迄个后盖咱轮流吼，我若有法度饲，我就尽量饲吼，因为我毋知遐尼困难啦。因为你若迄个角度毋对吼，你汤匙摕出来吼，物件拢伫内底啦，吼，你得爱定饲啦吼。啊，一碗你若讲你饲迄个，你饲一喙先讲，两喙先讲，五喙先讲，10喙先讲，恭喜你吼，你阁有300喙爱饲，吼，因为迄一碗内底吼，你要安尼牵吼爱牵足久，婴仔渐渐大吼，即句话当我家己有囡仔了，我感觉有够困难的，非常的困难。想讲非常的困难，因为因未自然大啦，你一定爱甲饲吼。伊伫每一个阶段所食的物件拢无共款，因的口味也拢无共款。吼，当囡仔渐渐大了，我的大汉后生吼，就爱食甜啦。其实所有囡仔拢最爱食甜，但是吼，我看到讲，阮大汉后生较经食吼，伊就爱食甜，所以吼，伊就介意去上煮鸡蚵，是安怎介意去上煮鸡蚵吼，甲食甜有关系。因为煮鸡蚵有满满的汤啊！我伫阮厝内底，其实阮无意爱互阮的囡仔食汤啊吼。因为其实阮足早就有迄个控制血糖的观念吼。因为其实囡仔因袂晓控制血糖，啊，所以吼，咱若互伊吼，迄个一开始迄个口味毋知要安怎控制伊家己的迄个食的时阵，伊会一直掠准讲啊，就是，伊会一直掠准讲吼，咱要互伊食的物件吼，就是伊爱食的物件，所以伊想要食甜吼，做伊的一个迄个中昼顿，还是早顿，还是暗顿，就开始甲我问讲吼，爸爸，我甲咱食汤啊，过一工啊。我讲吼，你也甲你即句话甲你妈妈讲吼，我实在无法度保证你的安全啦吼，因为食汤啊过一工，较有可能你的营养拢对遮来吸收。伊讲有啊，你看这汤啊有草莓口味。啊，有其他的口味，有木瓜口味。你看，迄我无介意的蔬菜内底拢有啦，吼。伊的水果蔬菜袂晓分啦。伊讲内底拢啥物拢有，我讲毋是啦。迄口味吼，迄调的吼，迄拢是化学的啦。伊讲啥物是化学？我讲化学，毋是化学的意思就是讲，迄毋是土内底种出来，吼，迄毋是迄个上帝互伊创造迄个会当互咱的身体健康的。你若讲吼，伊无拄拄要听你的话。吼，你爱讲，互伊有够理解吼，理解意思就是讲吼，伊家己嘛认同讲，爸爸你讲的有道理吼。哦，即个阶段，但是即个阶段吼非常的困难，所以谈到我讲，婴仔渐渐大吼，其勇壮，智慧充满。即个智慧讲起就是伊对即个世间的认识吼，真丰富吼。毋是大汉足困难，嘛毋是勇壮足困难哪定。智慧充满，甚至上帝稳定甲伊伫地吼，这拢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头拄所讲第一句话吼，差不多是咱所有的基督徒父母吼，所有的主日学老师的愿望。婴仔渐渐大，自己勇壮，智慧充满，上帝稳定甲伊伫地。那即句话拢有发生，即句话拢有应验伫咱的囡仔身上，那咱即世人免烦恼啊吼。
就免烦恼啊。所以谈多我所分享的这个阶段吼，差不多伫咱基督教的教育精神内底吼，咱会分做4个字。这4个字吼叫做生、饲、教、搁陪。吼，生、饲、搁教、搁陪。生的意思就是讲吼，你爱有囡仔，你才有法度，成做你来教的对象，家饲的对象。所以你若无生吼，无法度有即个对象。阮家己还袂有囡仔的时阵吼，阮感觉生吼无介困难。啊，甚至后来阮家己有囡仔通生吼，阮嘛讲生囡仔应该无遐尼困难，但是真正生囡仔就无简单。尤其咱进的环境吼，足侪人因想要生，但是无法度生吼。这其实毋是因家己会有法度去改变的。但是对阮有囡仔的人来讲吼，阮感觉生吼无遐尼困难，饲较困难。想要讲生无遐尼困难，因为你家己有囡仔嘛，饲吼比生更较困难。这是咱饲过吼，咱较知影有即款的理解吼。但是当你迄个饲的阶段吼，差不多囡仔2岁半3岁吼，伊开始会抢你的糖食。我咧饲的时阵吼，我的囡仔甲我抢糖食吼，伊讲伊想要家己食，我其实心内足挣扎吼，想要足挣扎，因为伊若家己食吼，伊会耍啊，吼，伊看迄个物件吼，伊会安怎？伊会甲伊当做迄个弹射的飞弹，有无？会甲射出去吼。我甲伊讲，毋通安尼做吼，你安尼甲迄个食物吼，甲伊射去壁顶管吼，你妈妈看到会足生气啊！吼，伊感觉吼，伊就会看迄个物件，迄个弧度啦吼，甲迄个物件拼出迄个弧度安尼。伊要甲你抢东西，想要家己食，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家己有家己的乐趣的时阵吼。伊一顿饭吼，你若讲好食半点钟算足厉害啊！常常食1点钟到就食了吼。你若讲吼，拜托，我甲你饲好无？讲无爱，我要家己食。当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了吼，伊已经过迄个饲的阶段，因为你无可能一世人家己饲嘛，所以你着开始爱家己训练，吼，伊家己食之外，你该互伊食了有健康，所以开始会去选择吼，伊会知影讲吼，啥物物件伊爱食，啥物物件伊无爱食。但是无拄伊爱食的物件，对伊有帮助。吼，这叫做教。教吼，其实是咱的价值观的传承。你安怎思考吼？咱父母安怎思考？要安怎去传承咱的囡仔？这叫做教。但是伫基督教的教育内底吼，教只是一个阶段啦，因为你3岁有法度家己教，你5岁有法度家己教，伊30岁了，你感觉有法度家己教？无法度啦。想要讲无法度，因为当伊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思考的时阵。你对伊的教吼，伊若感受到你要对伊控制，伊就反抗。吼，这是人的本性吼，就亲像迄个咱诶圣经内底第一个故事阿当夏娃的故事，上帝甲伊讲吼，毋通食，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伊会食啦。吼，上帝甲伊讲你毋通食，你毋通做即个选择，意思就是讲伊有济的选择通选，伊会做即个选择。所以即个教伊有时间性，甲你的饲共款吼，伊拢有一个时间性。你对伊的囡仔的生吼，伊有一个时间性；对伊的饲吼，有一个时间性；对伊的教吼，你要真清楚，伊嘛有一个时间性。因为伫基督教的教育内底，重点毋是你教囡仔生的重点嘛吼，毋是，嘛毋是你教囡仔饲的重点嘛，嘛毋是，嘛毋是你教囡仔教吼，你甲讲即个囡仔我一直甲伊教，教伊大汉吼，伊拢听我的话。其实吼，上帝想使咱的囡仔吼，无拄拄要听咱的话。因为因爱听的话吼，是听上帝的话，毋是听人的话。咱做父母的吼，咱有咱家己的失策吼，咱有跟咱家己的心哦。但是咱对咱的囡仔吼，你若无即款的思考的时阵，迄个基督教的方向，基督教教育的方向袂出来。所以咱第4个字叫做陪。陪是啥物意思？陪的意思就是，咱生即个囡仔吼，毋是要生来家己饲的啦，嘛毋是要生来家己教的。是要生来吼，上帝互伊成做咱的陪伴。即款的陪伴意思就是，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所生的囡仔，伊嘛是上帝的囝儿，悄悄的咱变大。吼，即款的思考其实伫基督教教育内底吼，非常的强调。咱若是安尼去强调即款的教育的思考的时阵，咱所教的囡仔，咱所引出来遮的学生，遮的囡仔，咱拢真清楚，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互遮的囡仔成做上帝的囝儿。成做上帝的囝儿，那呢，伊就有法度甲你陪伴，伊就有法度来甲你讲话吼，甲你坐做伙来讲话。伫大专中心，阮伫今年的2月份吼，阮有一个大专神学研究班，
要结束进前吼，因为阮的今年的主题是迄个创世纪吼。创世纪咱也有变过，咱拢知影。创世纪内底吼，济的冲突啊，这个冲突吼，咱讲咱毋茫讲伫创世纪内底找到迄种咱一家和乐融融的迄款的景象吼，其实你真正找无呢，你真正找无。谁讲你会找无？因为你若找到上尾啊吼，有一个景象叫做约瑟吼，甲伊兄弟抱做伙咧哭啦。是安怎抱做伙咧哭？你若有读圣迄段经节，你会知影。约瑟的兄弟吼，是安怎会甲约瑟抱做伙咧哭？因为因惊约瑟甲伊杀啦，甲因杀，因为因老爸过身去啊吼，足惊约瑟甲因杀。约瑟甲因讲吼，你毋通惊啊！以早恁对我是歹吼，即句话讲了吼，因单逼逼错。但是吼，上帝意思是好。当讲起到上帝意思是好的时阵，咱就看到咱的基督教教育迄个陪伴的开达出来了。上帝创造咱。成做一个家庭，成做一个家族，毋是要互啥人控制啥，是要互咱成做彼此的陪伴。所以，因才会咱做伙伫遐咧好。即款的陪伴的思考，咱对今仔日的经战吼，咱一句一句，咱慢慢来行，慢慢来看。第二章40节，我很多有所讲起讲，这是咱所谓基督徒爸母吼，所有的咱的教会主义老师吼，你若是做辅导，你做一个教导者吼，即句话差不多是咱的愿望，叫做影渐渐大，日日永壮，智慧充满。上帝稳定甲伊伫地吼，即句话差不多金句吼咧发光。继续伊安尼讲，伊讲逐年搬过节的时，伊的爸母去耶路撒冷，到伊12岁的时，照节期的日，拢上耶路撒冷。吼，即句话咱会当看见讲，耶稣的爸母因真遵守宗教的节期，吼，足认真地因照做互耶稣伫伊的成长的过程吼，有一个真好的宗教的礼仪，所以。耶路撒冷在节期的日吼，因爸母拢真认真咧遵守。但是伫伊12岁的时阵，发生一件事件。这个事件就是43节，伊讲伊已经明白，因回去的时，囡仔耶稣要带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毋知，拍算伊伫东行的人的中间，行一日的路站，才是亲切哦。咱习惯的音是亲情吼，这伊是古早音吼，伊讲亲切。这是亲切，甲300个人的中间找伊，找无到就转去耶路撒冷找伊。对第43节到45节，咱差不多爱对圣经有一款的想象咱吼。伫大专中心咧引带遮的大专的学生，吼，遮的大学生吼，咱咧引带因读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爱互遮的囡仔吼，对圣经有想象。伊若是有想象的时阵，伊会开始问问题。所以吼，一个囡仔，一个大学生，也是讲咱所带三经的时阵吼，咱要安怎知影因咱所带的对象，伊会当明白圣经的话。重点就是看伊安怎问问题。伊的问题若问了对，问了吼切中核心吼，问了迄个正确的时阵，啥物叫做正确？表示吼，伊有开始对即个经文有迄个想象。但是伫即个段落内底吼，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个问题就是讲。你今仔日若是做你的囡仔的爸母，你的囡仔胖见一天，你敢有可能会毋知？咱若对圣经开始有迄个想象的时阵吼，你对圣经开始有问题，你就敢若甲耶稣的爸母做伙吼，带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迄个过程共款。你敢若甲因做伙咧行路，伫行路过程吼，你就去想象讲，毋对呢，我的囡仔无伫我的身躯边，你敢有可能开一天的时间？才发觉你的囡仔无伫你的亲情吼，伫你的亲戚的附近，伫其他的人的身躯边，敢有可能？其实是无可能。谁讲会无可能？因为咱对犹太人的文化吼无解释，所以咱读圣经会进入迄个理解的所在，咱就开始想咧吸收遐个养分吼，遐个营养。营养是啥物？营养就是遮个圣经，你对伊的想象，你需要对伊的文化有一寡产生一寡理解，你才有法度知影原因到底是啥物，到底出啥物问题。所以伊讲，行一日的路站，才是亲切甲300个人的中间找伊。原来犹太人因去耶路撒冷吼，因有一个队伍，即款的队伍吼，通常行上慢的吼，拢行头前吼。咱若捌去溯溪，也是去迄个去行一个足远。我若去生活营吼，去地行吼，我通常拢会甲行较慢的吼，囥伫头前。想要行较慢的爱囥伫头前，安尼行足紧的吼，则袂一下就看无人吼，一下就走无去啊。行较慢的，伫因的队伍内底是啥物款的人？妇女甲囡仔，妇女甲囡仔。所以咱会当知影，
耶稣这12岁吼，这12年的中间，请问伊拢行头前还是行后壁？行头前，伊拢是行头前。但是问题是，犹太人因的礼，查甫囡仔吼爱13岁才成年礼，所以耶稣伊伫这期吼，伊伫这个时间已经满足12岁的这期的礼，安尼过来伊爱行头前还是行后壁？吼，这才是咱的问题的重点。问题伫犹太人的文化内底，12岁这期的查甫囡仔，伊要回去的时阵吼，请问伊爱行头前还是行后壁？犹太人的习惯就是拢会使。你咱行头前，甲恁老母行做伙，你嘛会当行后壁去练习，甲恁老爸行做伙，甲遐成年的这查某人行做伙，因为你已经满足12岁的这期，过来你爱去行的是13岁的成年礼，这就是犹太人因咧读这段的时阵吼，因咧读无迄个问题，但是咱咧读的时阵，咱有这个问题。原来耶稣伊回去的时阵，伊会当行头前，嘛会当行后壁，所以。因行一日的路站吼，约瑟拢掠准吼，耶稣甲因老母行做伙，因为这12年来，伊拢是行头前的。阿玛利亚咧，伊无看见耶稣足正常啊，因为伊感觉吼，耶稣可能甲其他的满12岁的查甫囡仔共款，甲因老爸行做伙，所以伊开始行。咱对圣经经才开始有想象的时阵，咱知影伊行一日的路站。咱的囡仔吼，若碰见一天。我今仔日若带阮的囡，甲阮太太带阮的囡仔去台北吼，转来了吼，一天了后，我若要找我的囡仔吼，迄个路站若是爱有一个时间的话，我找上紧吼，爱开偌久，至少爱开一天。意思就是讲，你行一天的路站，你开始找囡仔吼，你找上紧，你拍拼找，你用走的吼，你不管用啥物方法，你要找转去迄个沿路要找转去吼，你上紧你嘛爱开至少一天吧，3天嘛有可能嘛吼，咱先家暗算是一天。咱对圣经经才开始有想象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其实约瑟甲玛利亚吼，因碰见耶稣的时间吼，其实足长呢。像咱讲足长，因为因行一天的路站，表示因至少一天无看到耶稣。因若要找转去吼，嘛至少爱开一天，所以至少爱2天。但是问题是，因转去到耶路撒冷了后，敢有随找到耶稣？无，圣经安怎写？圣经讲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吼，这是第46节。若是3日后，较找到伊伫殿里的话，请问耶稣碰见几工？至少5工，吼。若较长的可能佫超过。一个囡仔伫耶路撒冷的即个所在，吼，碰见5工。咱若对圣经经常有想象的话，我是屏东人，吼，我伫迄个东港读册，吼。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吼，东港的王尊节吼，迄种宗教节期的时阵，佫若万人吼，挤去一个足细的庄仔内底吼，迄个庄仔头内底，迄足恐怖呢。迄恐怖的所在就伫咧讲，这人因独独行路，就有够挤，有够客。迄若是囡仔伫中间吼，迄会发生生命的危险呢。所以咱对经文有想象的时阵，咱会讲甲约瑟甲玛利亚共款哦，你会开始着急，因为一开始。你要找你的囡仔耶稣，你绝对袂去想象讲，伊可能要搁伫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迄是宗教的节期，足侪人拢伫耶路撒冷内底，迄足危险。所以你一开始要找的所在吼，你毋茫讲吼，伊看有伫亲情附近无，还是讲吼伫其他的囡仔即个因咧看有咧耍无吼，你就开始安尼去找，开始伫遐毋茫吼，开始安尼找转去，找无着，安尼只好去对找，去耶路撒冷找。今仔日我若是甲耶稣爸母共款，转去到耶路撒冷找我的囡仔吼，我第一个找的所在绝对是柑仔店，吼，因为伊可能会想要有伊想要食的物件吼，因着去有可能伊有迄个伊想要食的物件的所在，我会去柑仔店找，去餐厅找，去任何囡仔住一个所在找，我绝对袂去一个所在找，迄叫做圣殿。所以约瑟甲玛利亚因伫耶路撒冷，谁哪爱找3工？我相信因找的速度足紧吼，咱毋知迄当时敢有迄个走失儿童的迄个警报系统，咱毋知吼。但是至少吼，咱会当知影讲，约瑟甲玛利亚因一定尽一切气力，伫耶路撒冷找耶稣。因找到上尾仔一个所在，就是因认为上无可能耶稣出现的所在，迄叫做圣殿。所以安怎讲？伊讲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个先生的中间，也咧听，也咧问，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应答。其实，当约瑟甲玛利亚
因找到上尾一个所在吼，入去到圣殿，找到耶稣伫圣殿的时阵，因第一个情绪就是我的囡仔找到啊！吼，咱感觉咱的内心吼，应该是爱有啥物款的情绪吼？若是我吼，先欢喜，过来就是生气啦。谁哪会生气？我的囡仔若是12岁，要到13岁，已经遮尔大汉啊，佫遐尔毋捌代志。你的爸母无伫你的身躯边，你拢毋知吗？你一定会生气。但是奇怪就是，我的囡仔哪会迄个先生为做伙啊？迄是犹太人足悬的权威的教导的遮的老师，毋是一个，是滚下的，拢围伫伊的身躯边。那呢吼，你内底情绪吼，除了欢喜、生气，还佫有奇怪，足侪感觉伫你的心内吼。咱若是要来演戏吼，其实即段吼足侪表情戏吼，你会看伊的表情吼足复杂。伫即个第40、60到47集内底吼，其实伊讲足侪代志，讲啥物款的代志？第一个景象就是，哪有可能一个12岁的囡仔身躯边为所有的老师？这无可能。犹太人因的教导吼，拢是一个劣币，一个老师吼去教10几个囡仔，无可能遐尔侪老师为一个囡仔。啊，那呢？伫即段圣经在内底吼，伊其实咧传达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其实因当时已经入去到犹太人因对囡仔的教导，已经入去到坦拿时期吼，Titanic，我大家拢读 Titanic 吼，Titanic 诶，即个时期，这个时期叫做坦拿时期。这个时期啥物意思？这个时期的老师，犹太人的遮的劣币吼，因拢开始明白，每一个囡仔拢无共款。所以你袂当用一款的教导来教所有的囡仔，你要知影囡仔的特别。所以耶稣伫迄个时期，咱若去想象讲耶稣吼，第一天伊伫圣殿内底的时阵吼，伊可能会问一个先生，伊甲一个先生问讲吼，劣币，我有问题要问你。伫坦拿时期的劣币吼，因会听即个囡仔讲问伊的问题。其实咱的囡仔问问题吼，咱常常会对咱的囡仔讲一句话，叫做啥物？叫做囡仔人有耳无喙，吼，囡仔人有耳无喙。其实囡仔人有耳无喙，伫咱的华人的文化内底吼，这是一个足可笑的思考。像讲伊是一个足可笑的思考，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也是讲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咱知影耶稣伫圣殿对劣币的问题吼，是互劣币看重的。所以是安怎耶稣身躯边为遐尔侪劣币？若是我若来写即个圣经故事，我若做一个导演吼，我绝对安尼做，安怎做？我会互耶稣吼问因犹太人的先生问一个问题：先生啊，请问吼，上帝是查甫啊查某？上帝是查甫啊查某？这段经节毋是足简单吗？上帝毋是查甫的吗？上帝是咱的天父，伊当然嘛是查甫的啊。是啦，上帝是查甫的。但是吼，圣经嘛有写，上帝用伊的形象创造查甫啊查某呢，所以表示吼，上帝的形象有查甫也有查某，毋是只有一个形象那定，这是圣经所写的。咱会问讲吼，这个问题哪会遐奇怪？我的囡仔来问这个问题吼，我会甲伊讲吼，遐尔简单，家己去找圣经吼。歹势，犹太人毋是安尼想的。犹太人对囡仔的问题足重视，因为互囡仔尽量来问问题。犹太人的老师吼，伊嘛会去找侪资源来，互即个囡仔吼找到伊的满足。所以耶稣可能对伊第一个特别问一个问题，特别想讲吼这简单，我甲你回答。结果耶稣吼甲伊追问啦，吼继续甲伊问到后来吼，即个先生去找其他伊的老师的老师，找到第5天，可能吼侪特别吼拢围伫耶稣的身躯边，因为耶稣足够问问题。所以安怎写？伊讲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先生的中间，也咧听，也咧问，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伊的应答。聪明甲应答这2字无同款。聪明的意思就是讲吼，耶稣对遐劣币的教导会理解，伊知影劣币咧教啥物，但是更加重要是应答。应答是啥物？应答就是耶稣会晓解说伊的问题，伊会晓去追问，吼继续去问，会晓解说家己的问题。这是我尔啊重要的一个教导。咱的囡仔，咱所教导的，咱所甚至阮伫大专所带的这大专的学生，阮咧读圣经的时阵，阮互大专的学生来问问题，毋是讲吼，因问一个问题，讲吼我这段圣经在我拢看无，你着讲看无我甲你教，毋是安尼呢？是你爱甲伊问讲吼，请问你是对看无？你是视力的问题，
也是你对字认捌了无够济，也是迄个中文你有一寡文学的困难，也是你对有问题，伊就开始讲啊，我的问题就是伫对一个所在是安怎会安尼发生？你爱互伊会晓解说家己的问题，会晓解说家己的问题，是安怎会足重要。人若会晓解说家己的问题，伊就会晓解说伊的感情，解说伊的痛苦，解说伊的快乐，解说伊的心内所想的每一件代志。今仔日咱所引出来的细囝。咱所带大专的学生，也是拢咱所陪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认捌上帝的人，伊若有法度解说伊家己的问题，解说伊家己的感受，解说伊甲上帝建立关系的各种的困难的时阵，咱就知影伊开始去超找上帝，伊开始去超找上帝。过来48节伊安尼讲，伊讲爸母看见伊就讲影，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相信找你。伊甲因讲，啥事找我？敢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我头拄有讲起讲，咱需要对圣经有真强的想象。那呢，咱看起48节到49节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其实这两段经节足强啥物意思？耶稣的老母所问的问题，甲耶稣的回答内底有足大的冲突啊！啥物冲突？这个冲突就是耶稣的老母甲伊问讲：囝，你明明知影你的老爸老母会烦恼你，会怪异你，但是耶稣甲伊回答啥物？耶稣回答讲：你明明知影我应该看入我的爸。这两句话其实足共，因为耶稣用伊老母的话来回答因老母。耶稣玛利亚甲伊问讲：囝，你应该看入你的爸母。耶稣讲：你明明知影我应该看入我的爸。所以这两段经节，咱也是熟希伯来文歹势希腊文，就是讲迄当时的文化因所使用的语言的话，咱就知影其实耶稣伊其实一点仔拢无弱伊足强。伊安怎强？伊对伊的老母讲：你明明知影这件代志爱发生，是啥物代志爱发生？就是我应该看入我的爸。很多人有讲起基督教教育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互每一个人，诚做咱彼此的陪伴，因有法度认捌上帝，甲上帝建立关系了，伊才有法度诚做你的陪伴。所以玛利亚对耶稣的问题，伊是问讲你明明知影恁老爸老母会烦恼你，会挂疑你明明知影你爱挂心你的老爸老母，但是耶稣对伊回答就是：你明明知影我爱看入的是我的爸。所以伊继续讲，伊讲50节，伊讲因袂晓得，伊所甲伊讲的话，耶稣就甲因落去，到拿撒勒来顺探伊，伊的老母将这些话拢藏伫心里。这是上尾一个段落，就是耶稣甲伊的老母的迄个应答迄个上强的冲突内底上尾一个冲突。这个冲突的意思就是咧讲起讲，耶稣的老母对耶稣的问题。伊甲耶稣问讲：你明明知影你的爸母会烦恼你，但是耶稣对伊的老母讲：你明明知影我应该烦恼我的爸。是安怎玛利亚伊明明就知影，因为伫圣经的伫路加福音的第1章的29节，甲第2章的19节，第1章29节你讲起加百列对玛利亚讲起讲：你要怀孕生囝，你生一个囡仔叫做耶稣，甲伊预言的时阵，玛利亚就将这个话，将天使对伊讲的话，拢藏伫心内反复思考。第二个段落是第2章的19节，遐个牧羊的人来去见耶稣的时阵，对玛利亚讲起因所看到的异象，所以玛利亚就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反复思考。路加福音的作者将这个代志拢写落来，到第3个段落，就是耶稣伊对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路加福音的作者写讲，玛利亚将耶稣所讲的话，拢藏伫心内反复思考。所以才有这么重要的圣经的资料写伫这个所在，就是因为玛利亚伊拢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反复思考。做一个爸母安怎看待伊的囡仔，爱学习，学习啥物？学习要安怎互咱的囡仔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为因毋是咱所拥有的物件。咱所拥有的囡仔，咱所生的囡仔，就算这个囡仔是你所生的，伊拢抑阁是上帝的囝儿。上帝有囝无孙，这个思考咱需要放伫心内反复思考，
因为这个囡仔爱看落的是伊的爸，爱看落的是伊的上帝的代志，毋是因的爸母的代志。当咱有法度安尼去思考的时阵，咱所引出来囡仔，伊有法度智慧甲智慧哪加天，上帝教人哪听伊吼。这是一开始咱伫第二章的40节所讲起，其实二章40节甲二章的52节，这两个段落是互相咧回应对方。40节伊讲婴仔渐渐大，日日勇壮，智慧充满，上帝恩典加伊伫地。52节伊讲耶稣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啥讲伊是互相回应，因为发生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耶稣伊的转变，伊的转变，伊开始将重点、重心，伊所生活的重心，放伫因爸母的身上，开始转到上帝的身上。当咱真做基督徒的爸母啊，当咱真做基督化的教育的爸母的时阵。咱真做咱的教会内底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化教育的一个教导者的时阵，咱即款的思考其实爱真强。什么款的思考？就是咱爱互咱所教的囡仔，咱所引出的每一个细囝，因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因的智慧甲智慧要哪加天？就是因爱将上帝的代志，将上帝的引出放伫因心内，因所看见的代志，毋是咱世间的代志，是上帝的代志。但是这款的思考，做一个爸母敢有简单做，足困难做。啥讲足困难做？因为我做一个老爸吼，我常常拢想要控制我的囡仔。这款的控制，其实咱若讲伊敢有道理吼，我感觉有时阵是有道理的。啥哪有道理？因为我的囡仔吼，伊若要食物件吼，伊袂去选对伊的身体有健康的吼。阮厝当今仔日是主日2一个礼拜的时间啦吼，因登去了，可能搁一大堆糖啊吼，但是因甲其他的囡仔无共款的所在，就伫咧讲吼，因毋敢摕啦，迄糖啊因毋敢摕，啥人毋敢摕？因为阮有约定，阮有约好吼，阮讲好就讲，恁伫主日2所摕遮糖吼，恁拢会当食，因为这是恁应该得到的。但是食饭之前袂当食，吼，你也遵守这点，你就会当得到这个应允吼，就是你会当食遮的糖啊。所以吼，因摕到糖啊的时阵，吼，主日2老师讲足奇怪，恁若无爱摕起来食吼，因讲我毋敢。我毋敢，啥人毋敢摕？因为我若摕吼，就无通食。迄老师想讲，毋对啊，你若要食，毋是爱甲糖仔挑开当食，毋是，摕就袂当食，吼，无摕开当食，吼，啥人无摕开当食？你爱先食饭，你爱先去选择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物件，了后你才来食你想要食的物件。结果我的囡仔有一天甲我讲吼，因为伊开始食糖仔，我讲吼，糖仔有好食无？伊讲糖仔足好食。我讲，你敢知影你是安怎会当食糖啊？伊安怎讲？伊讲吼歹势，我应该安尼问我问讲吼，你敢知影是安怎你爱先食饭吼，才会当食糖啊？伊讲安怎？伊讲因为吼，我若无听你的话，你就无爱互我食糖啊。我讲毋是啦，毋是安尼啦。我今仔日吼，我若无法度顾你的时阵吼，你要偷食糖啊，我嘛看袂到啊。但是我要互你知影的就是吼，糖啊无法度帮助你的身体。你今仔日有法度食糖啊吼，毋是因为你听爸爸妈妈的话呢，毋是呢，是因为吼你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来享受这个物件。你若无一个真健康的身体，你哪有可能来享受这个物件？当然5岁吼听无，但是7岁吼伊会思考讲，原来是安尼吼，原来物件吼爱分蛋白质吼，迄个碳水化合物，伊开始会去分这个名。其实我嘛感觉足特别，就是因伫学校所学的这个物件。甲咱爸母家教导的物件吼，伊若结练的时阵吼，伊开始会晓去分。当伊开始会晓去分的时阵，伊知影食糖啊，毋是因为听爸母的话，是因为伊要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来享受这个世间的好物的时阵，你毋免去烦恼伊啊，你毋免烦恼这个囡仔会偷食糖啊，你毋免去烦恼伊。所以生、饲、教、搁有陪，生有阶段，饲嘛有阶段。教嘛有阶段，但是陪伴吼是重点啦。咱爱互咱的囡仔诚做咱的陪伴。即款的陪伴吼，就是伊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伊有法度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时阵，其实伊是你的朋友啦。咱的囡仔诚做咱的朋友，咱的学生诚做咱的朋友。伊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毋是你的功劳，你只有一个功劳，就是你帮助伊来认捌上帝。但是重点是上帝，毋是你。咱的囡仔嘛是共款，
所以不管是伫大专的宣教，还是伫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家庭的基督化的即款的教育，迄个方向足明确。你无可能伫咱的囡仔3岁、5岁的时阵，甲伊讲，你要去教会做礼拜，你要去主日去敬拜上帝。但是到伊30岁的时阵，你共款安尼甲伊教，迄无可能。你要知影，迄个阶段足明显。你要知影，你伫伊某一个阶段的时阵，你会当甲伊饲，但是饲到最后，你爱互伊会晓家己食。当伊会晓家己食的时阵，你爱甲伊教安怎？教啥物物件对伊的身体有帮助？等到有一天伊家己去做选题的时阵，伊家己去选啥物物件？选伊知影对伊的身体有帮助的，毋是选伊要选你意爱的。咱的囡仔无可能选咱意爱的，但是咱有法度甲伊教的，是互伊去认捌上帝，互伊去认捌伊家己的身体，上帝所创造伊的身体，互伊知影做啥物款的代志，伊有利益伫伊的身体，有利益伫伊对上帝的认捌，有利益伫伊的信仰的憔悴。这才是智慧甲年岁哪隔天，上帝甲人哪听伊。毋望咱伫咱的基督化的教育内底，也是伫咱的家庭，甚至咱咧面对咱的细囝的时阵，咱要真清楚，这个囡仔是上帝的囡仔。大专的学生嘛是共款，这个囡仔是上帝的囡仔。伊若是上帝的囡仔，你伫伊的面前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教导伊来认捌上帝，互伊甲上帝结连关系。咱做来祈祷。听爱上帝，听阮的主。阮知你互阮的教会、互阮的家庭有济无共款的人。你互阮的家庭、互阮的教会有真软弱的人，咱叫做伊是细囝。咱所引出的细囝，咱所面对的每一个细囝，也是咱所引出的大专的学生，也是每一个踏入咱教会，伊当入捌信仰，爱食年会食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知影，其实。有一个真明确的方向，爱咱家引出。这款的引出，就是爱互遮每一个咱所引出因去认捌上帝的人，亲自甲上帝建立关系。当因家己若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时阵，就算迄是咱的囡仔，就算迄是咱所教的遮学生，因拢有法度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为每一个人。拢应该成做上帝的囝儿，帮助阮伫阮的教会的教导，伫阮的大专团契的教导，伫阮的基督教教育的家庭的教导内底，阮互咱的每一个生囝，拢成做咱的陪伴，成做咱的肢体，成做咱的朋友。这款的思考，毋是咱放纵互咱的囡仔，因想要做啥就做啥，毋是这款的思考，颠倒是因为咱顺服伫上帝的权柄。这款的权柄是对上帝话的顺服，上帝话的军队，毋是对人的话的顺服，对人的话的军队。阮诚做父母，阮诚做牧者，阮嘛真有限。阮知影，阮是一个真有限的人。那安尼，阮就知真正引带人的是上帝，毋是每一个人。继续引带带领。互阮伫大专的宣教，伫阮的富阳教会，遮对社区的宣教，也是咱伫咱的家庭的教育，咱拢有一个真明确的方向，互咱彼此成做彼此的陪伴，来享受这款幸福的关系。继续引带甲带领，阮的感谢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门。